今天我就简单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听，这个是真实发生的。大仓位有一个指挥官叫做王二，刚生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讲他前世的事情。他说他前世是山东某湖一个乡村做官的儿子，是一个亿万富豪，非常非常富有的人。他很乐于布施啊，广积了很多的善果，但是他的性情很凶暴，打死了很多男女佣人。他死了之后呢，阎罗王就罚他在金陵城门的下面做一条蛇。他变成蟒蛇之后呢，身体十分巨大，但神智却很清醒，因此他十分厌恶自己巨大的蛇身呢，他就想办法要赶快了断自己。于是他就趁着黑夜的时候爬到城门的下面躺下来。五更天城门一开啊，这个大蟒蛇就被进城来来去去的车辆碾得稀巴烂了，当时就自杀死了。这个蛇魂回到地府以后，阎罗王就说了：你出生当蛇的报应还没有满期呢，怎么可以自己去寻死呢？我要你再投胎为蛇来偿还你过去世的冤业。王二就恪首哀求说：我再不愿意当蛇了，阎王啊，你原谅我。阎王就告诉他说：你曾经布施培福，理当受到很大的福报。不过呢，你凶恶杀人的这种定业，你还没有偿还嘛，你应该要去报应的。定业就是固定的，很难去扭转的，这叫定业。结果王二又再度苦苦的哀求哦，希望不要投胎为蛇了。阎罗王考虑了一下说：好吧，那你就带着你的遗报了，剩下来的这个报应呢，还有一些做善的福报，你去投胎再转世好了。于是阎罗王就让他投胎当大仓位的一个指挥官，家里也是非常富有啊。他生下来胸前又长了7、8寸宽2寸的蛇皮啊，非常的斑驳滑润了。每到夏天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种臭味，腥臭异常啊，很难闻，令所有接近他的人呢都要掩鼻而逃。他时常命令家里面的佣人用盆水替他擦拭，因为这一件事情，他觉得很羞愧又很怨恨了。后来他哥哥去世之后，他就承袭了指挥的职位，同乡的人都称他为蛇皮王二啊。所以各位你看，因为一次杀人，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，如果不赶紧忏悔，不好好念佛，你没办法解脱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佛陀的慈悲，不管你是什么对象，虽然你曾经犯过无量的罪业，甚至于是杀人这样一个最深重的业障，但是佛照样不嫌弃你，只要你能够忏悔，一心回头，好好的诚实念佛，佛也照样救度你。所以我们看到王二他的所作所为啊，造成了他堕落出生个蟒蛇，我们就深切了解到杀人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最近看到很多孩子杀父亲杀母亲的，我们真的无法去理解是怎么回事的。你报恩都来不及了，你还敢杀父亲杀母亲，真是天理不容啊！这些人呢，以后堕落在地狱啊，恶鬼道啊，畜生道啊，不知道要几万劫的时间才能翻身呢，多可怕，多可怜，多可悲啊！所以我们要赶紧多念佛。为什么？众生的习气很重，嗔恨心很强，我们唯独只有好好念佛，忏悔这个业障，才能够转变我们的命运呢。如果你不好好忏悔，以后一定堕落的。有这个事实，我们就看到因果的可怕。你种什么恶因，得到什么恶报，这是必然的，没办法代替的。因果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奉劝所有全世间的人，不要随便发动战争，你会杀了不计其数的无辜老百姓呢，不应该这样做的。如果是一个始作俑者啊，发动战争，每因为战争而罹难的这些众生，你生生世世偿还不完了。
你要做牛、做马、做鸡、做狗、做猪，你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偿还的。所以全世界的领导人应该要知道因果的可怕，不要为了一时意气用事啊，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失去理智，随便的发动战争，无形之中以后由得你受了，以后生生世世都堕落在恶道，非常可怕的。现在你不可能永远留在世间的，有一天你100年过后，你一定会往生。往生了之后，你的命运所有的果报随时会再一次莅临你的身上，那时候你叫苦连天呐。这一点呢，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提醒大家。阿弥陀佛。